啊，这平安，咱来吟今日要吟的信息，第一首140首。这首咱平常时拢应该讲真意啊，搁感觉嘛足熟悉的吼。咱来吟第一站，耶稣的手扶持我啊。 上尾啊，即句吼，仁爱那影惹我，互我灵魂真安宁吼，影吼，咱拄则咱敢若大家佫无讲介声音无讲介开吼，来，咱即摆来吟第131首吼，咱哦，来，咱的老师甲咱讲吼，惹我吼。来，现在咱大家各讲一下吼，好。来，今仔吟第二首131首吼。来，咱现在开声来吟吼，安尼真有气来。人若拄着忧郁伤悲，第一站。 人若拄着忧郁伤悲，伊若听见主名哩，心内忧郁免这欢喜，时时感谢因无你，主耶稣心出名，世就所望心。 就是天里的欢喜。真水的诗歌吼，第三首396首。第句。 心中上快乐，给谁鼓掌？我一顿对主卡好，对主卡好，对主卡好，因为空也出传咯。这条咱将时间交互敬拜赞美。 亲爱的兄弟平安，感谢主，咱搁一摆主持伫主的面前来敬拜而已。咱道主教会是充满主恩典的教会，阿门。是充满疼的教会，阿门。祝福咱道主教会设教150周年非常快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就爱伫内底欢喜快乐，请兄弟起立，咱做伙来敬拜。身体儿女大欢呼喜乐，耶和
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真理的行走权柄，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大声的惊喜，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耶和华是我力量，是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之名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大声的惊喜，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上帝小拣选的，咱要结出生命的果子，用爱建立合一的教会，为主来大大传福音。咱来敬拜。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是我被拣选，叫我生命过最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清晰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是我被拣选，叫我生命过最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息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清晰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哈利路亚！我们要依靠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阿门。感谢荣耀都归给我们的耶稣。弟兄姐妹，请坐。餐中的白灵诗无欠缺什么，因为上帝有丰盛的供应。咱嘛要亲像山顶的百合花，伫春天献香味，将基督的芳气显明出来。全能的上帝听咱遮热心，愿咱会使活出听上帝、听人，来引荐上帝。利益敬人的这个性命，
相信咱若安尼做，咱就得到上帝恩典，甲祝福满满。山中的美丽是无欠亏什么，山顶的百合花，春天旁边，总是专灵的上帝，为你受事真福气，好地手。宝贝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无比的疼。世界150周年的罗州教会，要伫罗州教会遮来发光发热，做光做阳，互万百姓来做你的学生，将主的疼传扬出去。主，阮活着是为着要敬拜你、荣耀你，求主帮助阮、坚固阮。若较无你的话，灵命会使搁较加添，会使结出生命的果子。嘛会使拿来拿亲像你，疼人亲像家己，安尼来荣耀你的名。愿你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最高，我要永远学罗你的名，我要日日祝谢你，也要永远学罗你的名。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前面请起立，咱即马吟唱圣诗140首。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在让我们你的圣日里面设立这样的日子，让我们可以进到你的殿里面。谢谢你使我们今天可以蒙福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在150年前才派你的仆人马偕博士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他筚路蓝缕，他披荆斩棘，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也建立了我们的泸州教会。我们的信仰前辈们，他们也在努力耕耘泸州这块土地。他们经过许多的试炼，经过许多的考验，把他们的信仰的见证传承到我们这一代。我们也盼望我们的神，也求主你继续熬炼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炼净我们内心里面纯净的信心，也坚固我们对你不变的爱。好，让我们把这样的信仰的见证继续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延续到未来的150周年。求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一生专心依靠仰赖我们的上帝。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
煞正咱掀开咱的信息啊，刻印第10篇诗篇27篇哦，伫咱的圣诗1013页。好，来，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扎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互我踮伫布棚内。伊会互我囥伫石盘顶。我要踮伊的布棚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你，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条件你，求你毋通受去赶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爸母若气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互我交互因。我申请一项事，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胆，着信靠上主。咱即马来请信歌弟献诗哈。
多谢新华的美妙的歌声哈。咱即马来 ，Kitty， 我们请起立哈，我们念我们的新的诫命、新的诫命。好，请。你着真心真心，以听主你的上帝。这个我的嘛是头一个，第二个嘛是亲像我，你着听主比亲像阿姨。这了爱是真爱行伊的爽管，我用新的诫命互你，你着写听，亲像我捌听恁，你问安尼啥听？恁若啥听？心，请坐。咱今日经文是《约翰福音》第2章第1到12节，第1节到12节啊。我们翻开我们的《约翰福音》啊，伫咱的圣经内底是新约105页哈，105页。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第3日，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宴的宴席，耶稣的老母伫遐。耶稣甲伊的学生嘛，互因请去赴宴席，酒用了，耶稣的老母就对伊讲：“因无酒啦。”耶稣甲因讲：“老母啊，我甲你有啥物干涉？我的时又未到。”伊的老母甲遐个找用的人讲：“凡若伊互恁讲的，恁着惊伊。照犹太人洗清气的例，伫遐有摆6个石甕，逐个互顶下2-3桶水。耶稣互找用的人讲：用水互伊满甕，着互伊满到甕口。搁互因讲：紧着摇伊。”芳互将你引导的人，就芳互伊水变做酒；将你引导的试验伊，毋知对倒落来，就让水的车用灾。将你引导的，就叫新囝婿来，互因讲：人拢是大新摆好酒，到人啉多多，再用较厝的，都倒你留好酒到即阵。即个头一摆的成节，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来献出伊的灵光，伊的学生就信伊。即个事以后，伊甲伊的老母、甲兄弟以及伊的学生，拢去甲别农踮遐无几日。以上。说者咱请陈国成牧师甲咱讲道。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上帝所定定的日，也是咱罗州教会设到150年的感恩礼拜的纪念日。咱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请安吼，讲愿你平安。因为伫到主过来日，咱爱持续伫到主过来日，嘛求上帝使用帮衬。咱看来圣歌队今仔日穿新的衫，是毋是无共款？吼，咱甲看一下吼。你搁看边仔若有穿蓝色的衫，迄嘛是新的衫。所以咱今日穿新衫，要来参加主的宴道，就是咱150年，咱设到的感恩的日，愿上帝使用伫咱每一个人的中间，嘛使用伫咱的教会，咱做三个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阮特别的日，阮要欢喜，感谢主你。伫前几日虽然天落雨，
我嘛感谢主你天降雨水，互台湾即块土地，嘛互中南部的水库得到止渴，互阮的水库充足，互阮的种植有水，互阮的作物有水。恳求上帝你收，因为主你嘛讲，你是永远的水泉，你是迄个互人永袂吹干的水泉。互阮伫你，互阮踮伫你的生命内面，主你嘛踮伫阮的心内，互阮得到快乐甲帮助。感谢主，是阮伫阮的教会，甲阮众兄弟姊妹的心上，阮献上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啥物时阵会去请人客？有的人可能是生囡仔真感动，来请人客；有的人可能是升官升迁；有的人有可能也是囡仔做大者满一岁来请人客。咱通常常常请人客叫做带新娘的时，虽然真做囡仔就讲真期待喝什么喝喜酒，咱讲食喜酒，这是咱结婚是一个人生上界特别的时刻。伫世界各国，若结婚的时拢会宴客请人客，这是普遍普世的一种的文化。伫即种的文化内面有欢喜有快乐，所以囡仔做囡仔。讲到食喜酒，拢真欢喜，会当看到新娘，看到新郎，佫会当食即个喜酒。咱人生拢有第一次，即对新婚的夫妇，因伫迦纳来举办婚宴，但是拄着真艰难的事，耶稣出面来替因解决即个问题。捌有一对新的夫妇。因去度假，去度蜜月，住一间真好的饭店。当入去房间内面，就咁奇怪，即个门窗头较有奇怪的声音，拢无停。因认为讲即个饭店敢若设备无好，所以就敲电话叫服务生起来看，讲要换房间，较有迄个声音。即服务生起来讲，即个声音。就找即个声音，就讲，敢若是伫恁的行李内底有即个声音。怎讲？无恁甲恁的行李拍开好无？因就甲因的行李拍开，我怎发现讲，因的电动牙刷无注意去试着，所以伫所以咱人生拢真侪第一次、第一摆，第一摆经验，互人留落真印象的记忆。耶稣第一个新约，行伫迦纳的婚宴，将水变做酒，互人留了真深的即个印象。所以第一个新约伫迦纳，这是约翰福音所甲咱讲，第一个新约有啥物种的意义？耶稣以后第二个新约、第三个新约，拢嘛会照着第一个新约安尼来显现。所以这是一个咱人生真侪第一届，耶稣第一个新约迦纳的婚宴，将水甲伊变做酒，互人留了真深、真深刻的即个印象。这是一个新人新郎甲新娘因用心备办的日，亲像咱即摆要结婚，一年前就爱紧订饭店，一年前就爱紧筹备、紧计划，惊有啥物种会差错。所以竟然伫即个贵宾人客的面头前，伫新郎新娘一主婚人咧无用的时，我竟然要招待人客的遮要啉的酒无啊？这是啥物种的情景呢？对主人家来讲，这是一个真见笑，可能是真失礼、无民主的一件代志，因为招待不周，人客有可能不满。我包一个红包，包遮尔大个红包来，结果无互我真感觉讲真欢喜，有可能会起冤家的一个危机。所以拄着这个情形，耶稣知影了后，吩咐人将门口迄个6个石红，迄个石缸
华语叫做石缸吼石红，甲伊用水滴互满，然后甲伊养出来，煞变做上好的酒，拯救了即届危机。如果你的性命若亲像即场的炎夏，耶稣敢有伫即个内面？咱的性命敢有亲像出现即种的危机？亲像无钱，有当时钱无啊，有当时无水啊，亲像过去前一站中南部无水啊，要安怎？亲像啥物物件用了啊，要安怎？我记得我少年有一件代志，这是真正足突然会发生，差不多伫我高中3年的时，我伫家己读册，有一日要拜六，阵仔咧拜六搁爱上半日，上半工了后，我想讲要转去厝呢，我甲我一个同学，阮着要去车站坐火车，阮着坐一台奥多麦，然后到车停好了后，要入去车站，我想讲要车票对无？我甲我的同学讲，我敢若袂记带钱包，我钱包忘了带，我身上没有钱，怎么办？你要借我钱哦。伊讲好啦，等下到车站还阁讲。结果阮两个到车站一看，车拄停伫火车停伫月台。阮定定咧坐火車，我爱坐到高雄，伊坐到台南。阮想讲，伊坐到新营啦阮想讲，阮定定咧坐火車有当时拄着这种情形，就甲迄个收票员讲，上車再補票。我就講，我去哩才阁補票就對啊了後我就衝一個第一個，我就先上車。上車了後講，火車開啊，奇怪，我的同學咧，我的同學咧，慘啊，我的同學咧，死啊！我拢找無，我車廂我找無，車到新營了後，拄着一件上界大的危機，驗票。我坐3年外的火車，我嘛知影，愛走去對便所先門關起來。便所先關起來，這個講我就用家己關便所，一個聲音就，做無客氣安尼我都無出聲。感覺講聲音敢若無去了。經過可能經過到要結過新營了後我想講拍開門看覓，危機度過了。我唔敢去車廂內面，我就在車廂跟車廂的中間前後觀望，因為到台南之後還有第2次驗票，這是我的經驗。過台南了，還有第2次的驗票。因為阮做學生的人阮無坐自強號，我通坐復興啦，坐莒光號、莒光號。我就記得上帝講主啊要安怎？主啊要安怎？身軀無半身呢，我等毋知要落車呢。我真感謝上帝過公山攏無驗票，就慢慢火車到站終點站到了，我要落車。我看大人攏真歡喜，摕着伊的卡網，摕着伊的包包，攏開始出站。我就是佇上尾後一步一步慢慢行，一步一步慢慢記得講主啊要安怎？身上連1毛錢都沒有，怎麼辦？迄時陣也無手機，也無賴，也無啥物貨，啥物攏無啦，迄個時陣也無啥物攏無，也無網絡，也無啥物貨，是啊，那總講車頂網絡，佫會當緊的。媽媽，我沒有錢，趕快拿錢到車站門口等我，也是安怎完全攏無。我就記得上帝講，看要安怎？到佇我到佇大家攏行了我就伫喺門口遐，我就甲收票講，我錢包不見了。我看他有什麼反應。這收票員佫真好咧，你拄着整溜錢無去不要緊，來，這個互出去就互我出去。我高雄車站安尼行出去了後，我實嘛毋知要安怎，伊嘛無通個坐車，我就開始翻我的包包，找到1塊錢，真的找到1塊錢，我就趕快打電話說媽，我沒有錢，趕快載我。就是你無錢啦，恁同學敲電話來講，足緊急的啦，甲我講，因為阮同學坐到新營，伊落車伊坐肯坐後一班呢，伊就敲電話互阮媽媽，甲我講我無錢佇車頂，伊毋知影講我嘛會當順利安尼出門，所以
信上帝有安尼诶福气，就是讲咱祈祷的时上帝帮助咱。我毋是调工坐霸王车吼，迄是真正一足突然发生的代志，我毋知影要安怎，身躯嘛无真正无半线吼，所以这是我人生拄着的危机，无钱要安怎？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伫约翰福音书甲咱讲，耶稣拄着即件代志，酒用了耶稣的老母对耶稣讲：“因拢无酒要安怎？”即种的情形发生伫即个喜宴的中间，主婚人主人家会无面子，即场的婚礼会可能发生一寡人客不满的纠纷，所以耶稣该救了婚礼的主人家，包括新郎甲新娘。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常常嘛拄着即个危机。但是咱的危机，耶稣是毋是参与伫咱的中间？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叫做共观福音，因为有真侪的事者会当互相来比较参考，包括耶稣出世的故事，包括侪耶稣的信仰。但是特别迦纳的婚宴只有记载伫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是一个真特别的福音书。只有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伫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这是五块饼两尾鱼的信仰，这是非常的特别。所以迦纳的婚宴只有出现伫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咱爱用真特别的眼光来看待。咱读的时，伊的故事真简单，但是伊的意义、伊的意思是真深的所在，所以咱要认真甲伊查考。伫真深的所在，伊的意思就是伫咧内面。所以每一件事这对圣经的学家来看，约翰福音有真特别的用词，嘛伊是真特别，伊所要讲伫耶稣的故事、耶稣的事件内面，互咱得到真深的意义。有5个咱爱知的代志，对迦纳的婚宴，伫水变做酒的地、人甲事。咱做伙来看加利利的迦纳，这迦纳，咱做伙来看这迦纳的地名，伊的意思就是四周围拢是芦苇的意思。芦苇是一种真翠绿的植物。约翰伫以赛亚书42章嘛，甲咱讲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这个芦苇伊虽然受伤，但是上帝要甲伊压制。要甲伊压断，要互伊的性命阁继续延续。所以人的性命若亲像芦苇遮尔软弱，所以人伫性命的中间，若亲像芦苇，会受到地伤，会受到伤害。所以迦纳即个娶亲的婚宴，即个宴下，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嘛伫迄个所在，耶稣甲伊的门徒嘛有参与着即场的婚宴，耶稣的学生。嘛是即场婚宴的见证人，知影讲耶稣有即种惊心热的气力。玛利亚的身份，玛利亚竟然有法度去法老遮的使用人，遮的咧捧菜的人也是讲咧法老婚宴遮的人，伊有即个权命令遮的人来听耶稣的命令。所以即场的婚宴中间，有可能因有亲情的关系。有可能是真好的朋友，有可能就是讲，咱咧婚宴的过程的中间，咱会交托咱信任的人来收付，就是讲，咱若要包红包的时，伫遐收付。咱有可能交代咱真信任的人来处理真重要的代志，特别是新娘，右边爱有新娘的秘书，爱有一寡的同伴来帮衬。所以耶稣帮衬了即件代志。伫这酒用了，已经啉了的即个处境，甲即个难题。第三，咱看犹太人婚礼的风俗。犹太人因娶新妇娶新娘，爱有7天的婚宴，这真好这喜酒会当食7天，所以因就是先用上好的来招待。但是讲我真正无法度招待7天，上无嘛还佫有3天，这是讲
口袋没有那么深的人吼，伊嘛有至少有3工。但是若是较好、较不有的人，有可能是1礼拜。所以因用上好的物件来招待，包括上好的葡萄酒，因为伫巴勒斯坦、伫以色列迄个所在有考古，因足早以前就有酿造吼，就生葡萄吼，即种会考古出来的事迹。所以法利赛人因来参加婚礼，因就讲这是真好的酒，这是布人的酒，吼，祝福就加杯。这酒敢若无味，哇，祝福就减少。所以法利赛人因嘛会当对婚宴来分别出，这是较不有的，也是较丧香的人。但是咱看到耶稣对即件代志，因嘛当知影讲有可能婚礼的人，因是普通的人，因可能毋是真准备了真丰盛，毋才会发生着安尼危机。所以耶稣伊并无看人，伊并无看人的关价，而且呢，伊准备的比主人家准备的更较好。所以人讲，人毋是甲上好的拢甲先摕来吗？恁煞是上好的，甲放伫后壁，这叫做好酒安那伫红顶。所以耶稣伊将水倒来了，捧出来，竟然是经过一瞬间，竟然会当变成遮好的酒。所以咱看到这水的意思是啥？水是无色无味，但是水伫遮嘛代表是旧的生命，无滋无味。这旧的生命，咱亲像咱对亚当所领受的，这旧的生命是无味的。这水只有会当用来洗手、用来清洁的用途。你敢有可能用酒去清迄个？有啦，咱可能用酒精洗手啦，总是咱看约翰安尼写的是，将水变做酒的发生，来讲生命会无共款。这个水就是代表犹太教，就是代表这法利赛人因只有强调旧约，耶稣伊将水变做酒，表示耶稣将家己的生命一定放伫即个中间。耶稣将伊家己的生命放伫即旧的人的生命，产生改变，互水变做酒。即人的石红，为什么是人的石红？伫犹太人的礼仪的顶面，伫门口，也是伫即场所的门口，拢有石红，就是要互你洗手，要互你洗手。即个6个意思，无完全，7才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即个6个石红表示无完全，但是耶稣来了后，互即6个石红变做完全。所以耶稣来到世间，是要解决即个律法还无到完全，所以要用伊恩典的新酒来替换旧的律法。当耶稣伫最后的晚餐，伊摕杯，讲即个杯是新约，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所以耶稣用伊的生命来成就，咱人新的活命。第二，那么对水变做酒喜乐的事来看2项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耶稣会行创造的作为。所以伫犹太地区考古的历史的中间，嘛包括迦纳的婚宴，有可能因是用葡萄酒来做招待人客，咱看法国人因这个酿酒的技术很高，所以南美洲的移民包括阿根廷也是智利，澳洲、南非，拢后来拢有做葡萄酒，这个叫新世界旧世界的用法国做中心但是犹太地区做葡萄酒的历史有可能比法国更较久，所以咱看因毋是食即个白酒还是即个清酒。咱有当时讲人咧敬酒的时伊若用清的，人看无对无？伊是用矿泉水
伊是用矿泉水，还是伊是啥物拢看无对个吼。但是呢，葡萄酒就袂当迄落啊吼，葡萄酒是有色的吼，所以伊甲即个米酒无共款吼。所以耶稣当互人命令要来解决即个难题，耶稣就讲咱将水甲倒入即6个石甕，互即6个石甕到满，然后再佮甲伊舀出来，然后芳互管理宴道的人。这个已经经过质的变化，已经将水无色无味变做有色佮有味。所以耶稣伫即场的婚宴要成就的事，是本地无来变做有，佮有质的改变，对无滋无味变做有味。这个水化学成分叫做 H2O 尔，但是呢。你若要变做酒呢，爱 C2H6 佮 O 吼，哇，爱加水，加佮较侪成分伫内面，这要安怎变？咱伫化学式内面要做试验，要安怎变嘛变袂出来。总是耶稣有法度一瞬间，没有加任何的发酵的东西吼，就互水变做酒，就是对无来创造变做有。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知讲耶稣伊会当行创造的作为，亲像咱的上帝共款。第二有新的开始，所以耶稣得到新更较好的酒，佮比原来更较好。所以耶稣一旦进入咱的生命内面，所有的改变，拢会互咱的生命变做更较喜乐、更较丰盛。即个葡萄酒对葡萄汁。爱经过葡萄汁开始，葡萄酒毋是一开始就变葡萄酒，伊爱对葡萄汁开始，而且有诶佫爱经过几个月的发酵才有可能。所以咱诶生命爱遮尔辛苦，才有迄个喜乐。但是这酒无那亲像人诶喜乐到尽头，欢喜嘛结束了后，但是耶稣伫即个开始，对人。辛苦的结束，互咱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耶稣所赐互咱的新酒，比婚礼会佫较好。这是耶稣新的开始，比旧的佫较好。伫诗篇第4章第7节嘛讲，你互我的心内有欢喜，因过人得到侪侪五角甲新酒的事。亲像耶稣将即场的婚礼。这个难关渡过了后，互所有的人啉着了，讲这主人家真的是藏了一手，将上界好的酒甲伊放伫上界尾后。愿上帝使用帮助咱。捌有一个受感情困了的查某囡仔，伊一个作者，这个作者，这个博士来请教讲有两个男士咧甲我追求，要安怎？我该嫁互甚物人？这个博士问讲，恁两个拢毋通嫁，为甚物呢？恁两个人拢毋通嫁呢？这个查某囡仔讲，为甚物你安尼讲？为什么博士你安尼讲？因为你并无爱着任何一个，因为既然有两个，恁既然来问我，安尼表示你的心还袂决定，所以你两个拢毋好嫁，你两个拢毋好嫁，所以你若有决定，你就袂来问我即个问题，我应该嫁互甚物人？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亲像哥罗西书3章15节所甲咱讲，佮叫做基督的平安，伫咱的心内，成做咱的主，成做咱的帮助。咱人生检采拢会拄着真侪的难题，亲像钱无要安怎？亲像水无要安怎？亲像即场的婚礼酒无要安怎？咱人生拢有拄着咱的软弱的时，就是咱人生的资源有无的一日要安怎？求上帝帮助咱，就亲像拄着迄个抢水的妇人人，拄着耶稣，耶稣甲伊讲，你啉了后永袂喙干。耶稣是一个永远互咱袂喙干的水泉，咱同心来祈祷。
拜上帝你也听阮，祝你用耶稣基督的性命来翻转阮，来改变阮的人生，互咱人生对无滋无味到真正有即个滋味，就是耶稣伫阮的性命的内面来改变，来帮助阮。阮常常拄着阮软弱，有可能阮的智慧无够遮，有可能阮拄着真大的困难的事，但是主你互阮会当突破，会当突破所有的困难甲困境，互阮的人生你来参与阮的人生，互阮的人生拄着困境的时，主你诚做阮的帮站，诚做阮的倚靠。献上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非常感谢国成牧师的分享吼。咱煞只咱来唱献咱的信息吼，131首吼，131首，请起立。咱即马来准备奉献吼，咱请奉献的同工吼来服侍吼。
位兄弟请坐吼。来，咱即马来读经句吼。约翰福音第2章11节吼，第2章11节。来，咱请。即个头一摆是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来献出伊的灵光，伊的学生就信伊。哦，约翰福音第2章11节。好，咱即马来欢迎新朋友吼。来。今日咱有2个新朋友吼，一个是佳音的同学吉米哈，吉米英文吉米哈，哦，吉米也是英文哦，啊，那华语是邱，哦，邱弟兄哈，伊即马是甲佳音台印第安纳音乐系哈，欢迎你，好，欢迎你，请坐，请坐。咱还有一个是李妙兰长老，哦，李妙兰长老即马伫花莲东方基督长老教会聚会，来请。谁？特地从。哦，是，欢迎李长老，谢谢。啊，咱还有新朋友无？无哈，咱大家拢新朋友啦。好，咱来报告哈，本会消息哈。今仔是本会设教吼150周年纪念主日吼，咱今日下晡3点，伫咱教会吼有一个感恩礼拜。咱欢迎各位兄弟来参加哦，见证上帝恩典。咱礼拜结束了后吼，请协助总务组布置咱3楼的会场。咱等下华语堂结束后有爱餐，哦，咱爱餐结束后嘛，到底吼协助布置1楼的场地吼。咱下晡感恩礼拜结束了后，请大家协助场地的复原、善后整理工作吼。那咱6月22号礼拜4吼，咱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泸州马街日的教会的导览哈，咱设搞150周年的感恩礼拜哈，咱招待组咱有李淑珍执事哈，1楼是郭珍怡李美丽陈冠宇哈尹负责哈，那3楼是李淑珍加李雅慧哈来负责，那过来是咱会后发纪念品甲餐盒哈，组长的廖国柱哈，组员是蔡梅资料加热廖米乐哈李芳月以及支燕雄哈。那我们几个服侍同工哈，就稍微去分工一下哈。咱第3点6月22号的礼拜4哈，咱教会举办哈泸州马街日教会导览哦，咱配合活动的需要哈，咱迄天哈前庭不开放停车哈，请兄弟哦尽量配合哈，所以骑摩托车的就爱停，可以找所在哈。第4点哈，咱6月28日哈拜3。早起吼10点到12点半吼，泸州联导会伫咱教会聚会吼，主题就是面对高龄社会，教会如何因应失智者的需要吼。咱邀请迄个瑞智社会福利基金会副执行长分享吼，咱欢迎咱教会兄弟来参加。过来是第5点吼，咱7月1日礼拜6上午10点吼，林义仁长老甲黄宝元长老娘吼。因的长女哦林洁瑜姐妹加张渊杰先生吼，伫咱本会举行吼结婚感恩礼拜吼，邀请大家出行观礼吼，咱祝福因的新人吼，咱嘛到阵来恭喜吼，愿主祝福。过来是咱第6点，咱教会开办第2期的书法班吼，书法用品请自备吼，咱每期是。一期是3个月吼，咱自6月20号到9月5号吼，咱拜2早起吼9点30分开始有林慧珍姐妹来指导，报名费200块，咱欢迎邀请吼，社区的朋友来参加吼，会当要报名的请迄个传道者叶秀兰长老吼。第7点，咱本会有印制吼1份，咱包含咱教会的介绍加150周年150节的金句啦吼。圣经节啊，哈，是不是？对嘛，哈，150节的圣经节哈的折页的小册啊，欢迎大家来提哈，作为随身携带背诵金句哈，或传福音来使用哈。第8点，咱教会因为要设搞150周年的相关活动哦，投入不少人力、物力跟财力啊哈。
咱望吼，咱兄弟吼，为着世教150周年的曙光吼，关心来带动奉献哦，回应上帝的听堂。过来第9点，每周3晚上8点的读经祷告会哦，咱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哦，背读圣经，守望教会，来彼此代祷，得力蒙福吼。咱会给报告，咱都大家参阅吼。过来团契的消息吼，咱即马松年团契10月20号到21号，礼拜5、礼拜6，咱松年团契去南投307的退休会啊，报名费是一个人4200块，哦，限额40人那个越快报名越好那名额有限。那307的风景是袂歹过来是出席率达10次以上的咱的 KU 团契有补助1200块就是意思就讲一个人出3000啦专款够奉献补助600块实收每人2400块啦就是安尼总共补助1800块一个人报名费就是2700块2天诶2400块是很划得来那出席率未达10次的契友专款奉献补助600块都无迄个1200块所以呢，没有出席率没有达10次的契友呢，我们就每一个人收3600块。另外就是出席率10次，含主日礼拜、周三查经祷告会、松年例会、周四读经班了这是出席率10次80岁以上的 KU 咱一当同时报名亲人1名陪同，超过80岁的可以有人陪那个报名从今天开始到6月15号呢，报名结束了的刚还有一定好，那个额满为赶快报名，额满为止好。咱当然社教150人的招待那新增的夏秉信弟兄那等一下我们再一起来讨论过来是缴费是和洪纯爱姐妹那咨询的话可以问会长周建宇会长过来暑期儿童营像是我的邻居7月8号到9号礼拜6、礼拜天上午9点到下晡4点30分招收40名国小1年级到6年级学童，保证金300块，保证就是不迟到不早退，全程参加活动结束全额退费报名至即日起到6月18号额满截止。6月19到7月2号是开放社区报名到今日是开放给我们教会了今天以后就是开放社区报名欢迎咱邀请咱亲戚朋友的有迄个国小的来参加到底来同来认识奇妙主过来是咱肢体相通咱大家为咱肢体的有需要的兄弟来带导那有身体需要的，有心理需要的，在邀请各位兄弟伫恁的生活内底那想到甲伊为因祈祷求上帝来祝福咱教界消息7月29日礼拜6上午9点到12点10分，咱台北中会传道部举办初阶长职训练会，专题就是长职的团队与伦理、分工或同工、身体与肢体第二就是长职的侍奉跟管理，彼此服侍，做上帝各种恩赐的好管家。咱讲员是许成道牧师地点是大道城教会报名截止日是7月16号，咱邀请长职同工踊跃报名参加。侍奉的分担后礼拜咱今日感谢咱国成牧师还有咱的诗琴佳音等的是还有淑珍林敬拜淑珍甲领诗拢是小淑珍淑珍执事领诗是淑珍长老咱感谢咱诗线咱招待是音控的同工咱后礼拜是林义娟牧师诗琴就是诗吟诗会是苏耀展执事敬拜甲领诗拢是毕美满执事诗线福春跟傅先执事咱招待跟防疫音控就是请大家来参与非常感谢因
以上吼，那其他的我们上周出席的聚会情形、甲奉献明细，请大家兄弟吼，请参阅吼。咱刷甲，那牧师有没有补充报告？没有，没有。下晡3点，咱会记得穿啊，若是即领衫，吼，在座兄弟若无吼，你是教会的会员兄弟姊妹吼，啊，请甲咱同工领这个蓝色的衣服吼。还有下午3点吼，请会记得吼3点，那有同工的，咱会当提早吼，差不多2点会当来吼，来迄个吼。6月22号会记得9点半。会当招你的朋友，招你的亲人，招恁厝的人，讲来教会食鸡卵糕。吼，你免甲伊讲伤济，讲来教会食鸡卵糕就对了。啊，我们有准备5层的蛋糕，哦，这个是跟你们讲，真的是5层。我们希望蛋糕都能够吃完。好，但我们的人可能吃不完，要邀请更多人来吃。那第一个就是教会会开放9点半，我们会在外面邀请弟兄姐妹、乡亲都可以进来。那么1楼有导览，2楼有一些游戏，3楼我们有影片，这是要欢迎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来，每个人都可以来，边人讲6月20号要看到你，因为我们真的社教日就是6月22号，咱的社教日是6月22号，今年多好拄着端午节，大家都有放假，大家都有放假，也是很重要的日子哈，在这边就欢迎大家。好，咱等下中昼有爱餐嘛，还是咱建议只是准备的吼，咱欢迎大家留落来吼，食饭吼，到店食饭，那就直接参加咱下午3点的感恩礼拜哈。好，咱即马来，请起咱唱咱的圣诗396首。最后，咱请国成牧师甲咱祝祷。阿爸上会救主主，予我心内中快乐。大家给咱亲爱父祖，欢喜跟随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做人领受上帝祝福，愿最后所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这平安，咱今仔早起的台语礼拜到这结束吼。咱下晡3点
我邀请各位兄弟哦，也准时来参加咱的世教的150周年的礼拜，平安。